世界赤坎澎湃生活节3日到4日伫永华路二段热烈展开。今年也有超过100个市级单位为美食娱乐到手作，现场应有尽有，造福民众丰富各多彩体验。在这个商圈，有大家美丽的记忆，也有美丽的回忆，有美丽的文化，有美丽的美食哦。所以我相信今天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啊，大概然后每一届我都会参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给我们所有年轻的朋友一个更好的天地、更好的发挥空间，才是我们举办这么重要活动最重要的关键。8月3号、4号的这个赤坎澎湃生活节呢，就是让这个生活节很澎湃的去搭接在各位民众的生活。那今年我们的办的范围在于永福路，然后跟民权路与民生路之间，我们的范围依旧，但是我们的摊商的市集以文青市集为主。那在融入各位的生活当中，也提升我们的台南的品牌力。过几天就是70情人节，这次的生活节甲牛郎织女的相见跟约会为主题，设计出一连串相关浪漫的活动演出。念念不忘心彼此相通，心有灵犀千万里相拥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赤坎澎湃商圈呢，能够展示出汉代婚礼的一个仪式走秀，以及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2位老师呢，刚刚在台上呢牛郎与织女的一个演出。那呢在这边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福尔纳婚礼，来这边呢免费顾问咨询，以及呢可以了解汉代婚礼的各项服装以及专业整体造型。除了多样化市级单位，今年主办单位嘛再度推出大胃王比赛，设计甜美美的主题，感受台南特有的甜蜜氛围。到了暗时嘛有露天电影院播送电影，为早时到暗时安排精彩节目，就是要让民众一个快乐佮浪漫的假期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